學長，我覺得自己咧抑鬱點算好啊？你千祈唔好急住自己標籤抑鬱住先。其實咧可能係你有抑鬱嘅情緒，就好似女仔每個月都受荷爾蒙嘅影響，情緒咧有波動其實係正常嘅。人生咧總會遇到愛情、親情、友情，情緒上嘅跌跌碰碰，有邊個冇試過低谷呢？記住，人生咧就好似揸船出海咁，順風順水咧其實係短暫嘅，大浪咧亦都係常態。每種情緒咧都有佢存在嘅意義，冇傷心過咧又點知道開心係幾咁珍貴呢？所以咧，首先我哋要學識接納自己嘅情緒，唔好排斥失落嘅感覺，千祈唔好將自己咧困埋喺間房度。聽我講，即刻出門口，約朋友傾下偈，去行山跑下步，參加下聚會都得嘅。運動未必令你即刻變瘦，但係咧一定會分泌多巴胺，等你開心啲。再試下咧，幫自己定一個小目標，譬如一個月睇一本書啊，學識煮一道菜。追目標嘅過程中咧，你就會分泌內啡肽，呢種咧快樂嘅激素係好有用嘅。仲有一個冷知識，腸道咧其實係人嘅第二個大腦。我有個朋友講過，好多情緒嘅問題咧，其實同腸道健康係有關嘅。試下留意自己有冇失眠，食嘢覺得唔香，可能咧就係身體響出呢個警號啦。記住，自律咧先至有自由。早睡早起，食得健康，多啲同陽光正面嘅人一齊，慢慢你就會發現情緒好似雲一樣咁樣去散開。我自己忙到癲嘅時候咧，都會懷疑自己，覺得自己嘅不足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去跑2個圈，同朋友食餐好嘅，就會叉滿電噶啦。抑鬱情緒咧，其實人人都會有嘅，學識點樣同佢和平相處咧，先至係成長嘅課程。